有民众伫去年12月时阵参加向西旅行社的日本团，结果煞互这个领队甲言语性骚扰。这个旅客有甲旅行社反映，也毋过对方煞讲因无解偌清楚。今仔日才总算出面来回实咧，讲已经无搁互这个领队来带团，未来嘛袂搁再甲伊合作。 伫大西当中，坐观光列车，王小姐去年12月带亲人参加向西日本东北5天4夜旅行团。原本期待假期煞伫第2天开始变调，姓家领队伫解说旅程时阵，将日本无穿衫浸温泉的文化正式化，也有各种不同的言论。男客人他很好奇，所以要给我小费，叫我带他去看裸体。 然后看到都起反应，然后他还觉得很好笑，就是说，怎么大家都不笑？王小姐迄一暗就向西旅游反映，领队伫游览车内底，差不多拢是女性有囡仔状况之下，佮讲垃圾话。回国了后，也向上报社会局提出申诉，得到的答复是性骚扰是属地主义，发生地伫海外无法度处理，民代要求观光署应该建立机制约束业者。地方社会局就是申诉的时候，那社会局又以行为在海外发生，拒绝处理。工作执行地就是海外，所以这是一个他平常业务就会发生的事情，应该去看它的源头，也就是今天这个旅行社他该负什么样的责任。 学者指出，台湾公司外派员工牵涉性骚扰，依然受台湾法律规范。向西旅行社发声明，出团的时阵已经要求车领队注意言行，后续依照公司导令停团处分，规范损害领队，告停止派团。到即马，公司申请表示欠期，调查清楚进程，未搁合作。观光主席回应。 领队人员管理规则明定，执行业务的时阵，免有言行不当的行为。对本项牵涉性骚扰的部分，若经过查证事实，会依照法定观光条例来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